算，都好。什么？松饼你要什么口味？第二个你要放，然后这个来介绍一下什么口味？可以，你用2个。对，用2个，因为你自由提供，它这个水。原味可可松饼，等一下，现在没有可可的啊，还有可可，是原味可可松。大了，这有个原味的，这个不热。不再吃鲜可啦，那就再用可可，对啊，就这一份给我包，我先剪一个可可先。OK， 下午要完了，好好了，不是完了，你好快。好，没有完完。没光哎，真没光。还有。